各位朋友好。首先，我代表教協會今日嚟呢度支持各位家長、各位學生、各位關心呢件事嘅朋友。張文光因為要離開咗香港，就我代表會同大家今日講幾句説話。剛才我聽到何秀蘭議員提嘅就係話，最新嘅消息可能有200幾位嘅小朋友係會得到教育局嘅批准。但係我想提各位一件事，今日各位走到呢條路係堅持一個原則，呢個原則就係唔能夠由長官意志或者行政手段預設咗啲嘅前提，讓智障嘅學生唔能夠得到合理佢就學嘅權益。所以就算係到呢個階段，可能有部分嘅申請會解決呢個問題，我都希望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各位關注呢件事嘅朋友要堅持。剛才何校長其實提過一個重要嘅原則，一個也不能少。喺呢度希望繼續各位繼續嘅支持，繼續嘅堅持落去。教育局預設2個原則，就係第一，18歲需要離校；第二個原則就係話12年在學嘅年限。佢哋處理呢啲問題完全從行政嘅手段去理解教育專業嘅課題。呢個係我作為個人一個退休嘅校長係強烈抗議用咁樣嘅手段去解決問題。所以我係仍然係重申剛才講過嘅，請各位堅持你哋今日走上呢條路繼續落去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唔係為自己，亦都唔係為周遭嘅朋友，其實係為所有都會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照顧需要嘅以後嘅千萬嘅學生同埋佢哋嘅家長。多謝晒。好，多謝 KK 嚇，係一個也不能少，永遠也不能少。好，我哋請專欄作家毛孟靜小姐同我哋講幾句。大家好，我就好坦白講下，我哋香港社會有好多係不公平嘅現象。外人呢，除非有切膚之痛，首先呢就係唔知道有咁嘅事，第二呢係唔在乎有咁嘅事。我自己喺出面教英文班，我係咧教英文。我明明教過 Form 7嘅學生，佢係19、20歲㗎。所以當張超雄同我講話，要需要特殊教育嘅同學咧，18歲要離校，我係好出奇。我好坦白講，我之前聞所未聞，咁啊要同大家講，我係非常在乎嘅。張超雄話佢係為自己，我係唔相信咯，佢謙辭。張超雄關注嘅所有弱勢社群嘅議題，大家係耳熟能詳嘅。我今日嚟呢度唔單止係撐張超雄，亦都係撐各位家長同埋同學。多謝。多謝阿陸師姐嚇。嗱，最後咧，我哋上香港特殊教育學會嘅代表謝忠義先生。香港特殊教育學會咧係一路都跟進緊呢件事。請謝忠義先生講。各位家長、各位同學你好，我係咪好斯文啊？今日着得係啊！我應該喺香港大學涼冷氣嘅今日，因為書生咧通常都唔走出街頭嘅，但係今次咧書生都嬲啦，突都出火啦。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教育局對於佢哋嘅承諾，特殊學生所有學生都讀高中咧，喺第1年施行新高中咧就反口覆舌啦。因為所有今年準備升到高中嘅學生，即係話完成基礎嘅學生，如果佢係18歲咧，佢就一定冇機會再升讀高中㗎啦。即係升高中對嚟講係假嘅，唔關佢事嘅。有機會讀嗰啲係咩咧？嗰啲就係佢哋叫高中低，即係可能而家讀緊初1啊、小學6年班嗰啲課程咧，因為佢年紀嘅情況咧，就拱咗佢上去讀新高中喎。呢啲叫做揠苗助長。應該完成基礎教育嗰啲就冇得讀，未完成基礎教育嗰啲就拱咗佢讀。呢個咧係一個理論上一個吊詭嚟㗎，完全唔合教育原則㗎。所以我哋呢個書生都會反對，同你哋一齊行上總統府，同你哋一齊抗議呢一個歧視呢個假新高中嘅歧視嘅原則。多謝大家。欲罷不能啊！嗱，今次咧我哋能夠成日都好短時間咧就通知到咁多嘅家長，同埋有咁多嘅支援咧。其實咧我哋
係有幾個組織咧係特別係好團結地幫手嘅。咁咧有位李伯英先生，街頭嘅先 OK。咁而家咧，我哋咧好興奮啊！我見到有啲靚女啦，有啲高官啦喺度，所以有套劇咧將會演出係關於咧，咦咁多個高官嘅，不如你哋出嚟啦！咦咁多高官嘅？係咪有同學要揾啲高官講嘢啊？邊個同學要揾高官？係咪又話有人要揾孫先生去請願啊？有冇同學啊？有啊有啊。向台啊！有冇同學？孫局長，我想讀高中。18歲未啊？夠啦！仲有第二個，大聲啲！孫先生，我以前留過班㗎，我想讀埋書仔喎，不如咁你讀12年，你讀夠12年未啊？讀夠啦。冇得個 out！ 好，仲有，跟住嚟第3個學生。我都想讀新高中啊！你有冇代表香港出賽啊？冇喎。冇得讀 out！ 咦，仲有啊？我咁多請願嘅呢位家長。我病咗5個半月啊！我有書讀啦啩？病唔夠半年，冇得機。我真係好想讀書啊！手，冇得。呢個都out！就要請願嘅學生咧太多啦，我俾最後一個咋嚇。好，最後一個見高官。我想讀書啊！有冇坐監？有冇坐監？我冇坐過監，但係我等係全部都係 A 㗎。坐過監冇得，冇坐監冇得讀書。冇坐過監冇得讀，好慘啊！咁你攞我坐監咯，我真係想讀啊！我要返學，我要讀書，還我讀書權利，